一般渔园地伫中一顺已得出建议，60岁以上老人健保费补助，市长顺应民意，7月将伊实施，表达欣慰。会中进一步针对台南生育率6度上低，遂以韩国应用少子化推出6档金的催生法案，借出254万家里贷款，而且只要生第3个就免刑的做法。具体建议咱生第1胎的5万，第2胎10万，到第4胎送小套房来提升生育率。对此，黄市长答复讲，第5胎呢，议员直接讲送头天，引起一阵轰动。1胎5万，第2胎10万，第3胎20万，勇敢的第4胎呢，1路套房。市长，你捌甲我问讲，啊，大家要咧大，我里面法律干呢，写出来就真个生育率提升。哦，啊，伊要袂顺嘛，袂要紧，就你甲补助得啦。啊，这嘛了无开不介济钱呢，咁是安尼。哦，所以这市长你来考虑一下啦，这建议啦，建议就无这个会成功。像我健保的讲4档啊，啊，这嘛得做。哦，甲议员报告啊，第5胎呢？第5胎就头天啊，头天无较贵，这头天1千5万。而且高嘞，一味的猛砸钱哈，这个情形看起来效果也好像也不很多。你可以光是议员提到了韩国的例子，韩国有了这个例子，它的出生率还是亚洲数1数2低啊。哦，所以说砸这种钱有没有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而且现在不只是砸好几十5万、10万、10几万，现在变成送房子、送套房还不够，还要送透天。这个我觉得。这个理想度很高，可行性还要再思量。依照111年底台南市的公共负债509亿，加上以后健保费补助1档28亿支出，市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。议员的建言不管到变高，重点是要凸显生育率偏低、少子化的国安危机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跟采访报道。